今日帶大家嚟到荔枝角上蓋四小龍，有4個屋苑咧，商場係連埋一齊嘅，生活配套非常之完善嘅。好，又上到嚟咧四小龍，同大家介紹一個咧非常之大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成714尺，咁咧3房套房啦，咁啊仲有一個咧係工人房嚟㗎。咁間隔非常之實用啦，咁可以望翻外邊咧，亦都係望到一個球場嘅景觀，亦都有咧綠油油樹木嘅一啲景觀㗎。咁啊見到今日日頭咁啊都非常之光猛，光線非常之充足。咁咧，依家同大家睇下裏邊嘅間隔先。好，入到嚟嗰個單位714尺就梗係好大啦。咁啊，首先睇睇個廚房先。廚房做翻趟門設計啊，做翻個緊廚。咁啊，廳嘅旁邊有一個隱形嘅門啊。咁呢一個咧就做翻一個書房嘅設計。咁亦都呢個面積都可以當做工人房啦。係啦，望翻去廳嘅。咁啊，做翻電視櫃，窗外嘅景觀，咁就望翻球場同埋一啲綠色嘅景觀，亦都望到一個開揚嘅天空㗎。咁啊，入到嚟第一間房，外邊咧亦都有一個客廁，亦都做翻浴缸嘅。咁第一間房咧就做翻窗口冷氣機。第二間房咧，亦都係窗口冷氣機，咁啊換冷氣嘅時候咧，亦都唔需要搭棚啦。咁啊，主人房亦都有呢一個嘅浴缸嘅，主人房亦都係窗口冷氣機。咁望翻主人房嘅景觀，亦都係兩個球場，同埋咧望到遼闊嘅天空㗎。咁望翻主人房嘅大衣櫃咧，做到去頂嘅入牆櫃嚟嘅，非常之實用啦。咁啊，由主人房出翻去廳啦，一個3房套連工人房嘅間隔。咁啊，歡迎聯絡，我係碧海藍天分行嘅 Gary Lee。